Hello，Marvin 啊，咁又係咧新一條片咧，同大家咧分享啦。嚟緊星期三咧，我嘅心水啦。首先咧就好開心啦。上個賽日嗰條片咧個 view 數咧都幾唔錯，多謝大家支持先。都知嘅，其實打比大賽啦，一定就多人關心嘅。所以咧我都特登咧揀呢一場去講。最後賽果啦，白河飛區贏咗今屆打比啦。嗱，坊間有啲朋友咧就形容為爆冷嘅，咁我自己咧亦都度咗條1拖4，馬膽嘅足遠啦，同埋其中嘅一隻腳包裝福星咧都入咗三甲嘅，你話跟足買咧都有斬獲嚇，有少少錢袋嘅，因為咧足遠啦始終咧都係喺個14檔嗰度。啲飛咧有睇嘅朋友都知㗎啦，長時間咧都軟弱嘅，係去到開跑嗰一下咧先話有啲飛打翻落去6倍開跑嘅啫。雖然啦足遠咧我自己係最睇好嘅，不過咧就影輸咗俾白河飛區啦。白河飛區咧我就冇貼到嘅。不過咧我 Marvin 嘅睇法啦，我仍然認為咧今次打比個賽果咧都係算係正路嘅，因為咧我喺上條片都有講啦，其實咧今屆嘅打比咧就好平均嘅，亦都冇話一啲咧即係叫做好明星嘅馬喺度啦，即係好似白河飛區啊。咁雖然咧啱啱打比贏嗰場咧先至係佢嚟咗香港咧第一場頭馬啫，但係咧呢匹馬其實喺未嚟香港嗰陣咧都跑緊咧級制賽嘅喺澳洲。當然啦，安上人韋紀力呢場馬嘅流放同埋咧都慳晒腳程跑咧，亦都係贏馬嚟講就好大功勞啦。至於足遠咧喺呢場打比大戰咧，即係佢改用嗰個大後上跑法啦。講真啦，睇緊嗰時喺賽事嘅頭段咧，真係俾佢嚇一嚇嘅，即係會諗話會唔會喺即係呢啲咁重要嘅場合玩嘢啊？係嘛，即係或者咁樣做係咪真係話最啱咧？結果翻嚟其實嘅跑得非常之好啦，係嘛？如果唔係話排個14檔嘅話，排翻個稍為好少少嘅個戰果咧，都分分鐘已經改寫都未定。不過咧，雖然咧今次就贏唔到打比，至少咧都證明啦，即係呢匹馬都幾有前景嘅。同埋咧呢個馬房啦，都真係算係正氣㗎啦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今次咁啦，都係飛到馬到。好啦，翻嚟星期三啦，今次全嚟夜宴，同大家咧今次會分享咧禮拜三嘅尾場嘅，亦都因為咧時間關係啦，賠率咧亦都已經出咗啦。好啦，同大家講之前啦，記住要支持我 Marvin 咧繼續出片，繼續俾心水咧，好簡單嘅啫，訂閱我頻道，撳埋個鐘仔就得㗎啦，睇片嗰陣記住啦，俾個 like 啦，留言。同埋咧，分享埋俾你嘅朋友，對於我 Marvin 嚟講咧，就係最大嘅支持啦。好啦，長話短說啦，尾場啦，3班1200米。我而家啦睇緊嗰陣咧，就係禮拜二嘅下晝點零鐘嚟嘅。暫時大熱門咧就係6號嘅假面騎士4.3倍。不過咧而家咧真係個時間早得好緊要啦。呢啲飛咧就唔作準嘅，可以唔使理。講過呢場嘅馬膽先啦。馬膽咧，我咧就會揀5號嘅蒸蒸日上嘅容天鵬嘅馬。今次繼續用布文啦。其實呢匹馬咧喺泥地嘅1200米咧都一再證明過噶啦。雖然咧計埋上季啦，都接近2年冇贏過馬，但係咧呢匹蒸蒸日上咧跑親泥地1200咧都會有表現嘅。好似今個月頭啦，3月9號11倍開跑，孭住個133磅咧排喺個3檔度，都只係輸個短頭咧俾自強不息嘅啫。你可以睇翻啦，自強不息咧，其實本身今季咧未贏呢場嘅之前咧已經係贏咗馬噶啦，仲要咧係用黃寶嚟又孭少10幾磅啦，先至話贏蒸蒸日上短頭嘅啫。可想而知啦，蒸蒸日上咧跑呢程咧，其實咧都叫做係幾有把握嘅。今次繼續用布文啦，排個2檔度。我當佢食翻老本呢匹馬，我估咧呢場馬咧佢都可以佔到3甲1席位嘅。大家咧如果都中意嘅話咧，呢一場嘅馬膽可以諗呢匹咧5號嘅蒸蒸日上嘅。另外一匹馬啦要留意啦，不過咧就唔啱做膽嘅。講真就限於拖嘅啫，就係12號嘅燭光晚餐石師傅徐雨石嘅馬。今次咧又再一次咧落翻楊明倫手啦。
嗱，呢匹馬咧今季咧都已經出過6次噶啦，6次咧都係跑草地嘅，亦都全部咧都係輸晒。今次啊轉跑泥地啊，嗱呢匹馬咧賽前咧就試過2次閘嘅，第一次咧就喺2月25號試過沙田草閘，另外咧3月18號咧就試過泥閘。嗱2次試咧都 OK 嘅，雖然咧都係要鞍上人咧都係要俾隻馬嘅，但係咧呢匹燭光晚餐咧喺未嚟香港啦，喺澳洲跑嗰陣咧，其實佢有2次跑呢個遠地咧都贏馬嘅。咁會唔會話啊今次唔跑草啦，跑泥地會有啲嘢睇下咧咁樣？嗱，我覺得咧有機會嘅，因為咧呢匹馬咧以往咧試泥閘啦，其實佢都試得唔錯，或者咧跑泥地咧呢匹馬可能會有一手都未定。同埋咧，佢今次咧孭最輕嘅115磅啦，排一個4檔度，咁應該都係擺前走噶啦。嗱，我覺得啦，可以試下拖呢隻馬，睇下會唔會咧，即係佢有啲咩突破表現。因為咧呢啲馬咧正路咧都會冷冷地嘅。你話如果係有啲飛嘅話，即係講緊可能係挨住10倍啊，或者係13、14倍咁樣咧，咁嘅話咧，咁啊真係要留意下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就快手啦，咁啊同大家講咗啦，尾場第9場啦，3班1200米泥地嚇馬膽咧，我啊中意5號嘅蒸蒸日上，12號燭光晚餐咧係今場咧大家要留意嘅邊線馬嚟嘅，咁啊希望咧幫到大家啦。